講真句啦，東莞牛雜係唔出名嘅，係冇人叫東莞牛雜嘅。但係咧，點解要留吃東莞牛雜咧？因為我希望將東莞牛雜發揚光大，打出東莞，打出廣東。我以前地攤仔，我賣牛雜嘅，後尾就開咗間鋪頭，而家18間鋪。啲人話似東莞仔跨欄咯。為咗保證新鮮，我哋早上煮一煲，下晝煮一煲，全部新鮮嘅大佬。睇咩顏色睇下？呢啲牛喉管市場買唔到嘅，全部俾我訂晒。呢啲牛腸、新鮮牛膀、牛肚呢個帶埋金錢肚嘅。我最唔中意煮牛肺，使個牛肺成噸水，水費人工貴過牛肺。我呢個人均10年20蚊啫嘛，牛雜煲60幾啫嘛。有咩特色？3個字講晒，好食、新鮮、平宜。晚上咧有18張台全部坐滿，啲人以為我打交先喎。以前碰到風口咧，翻喺度一日賺幾個 W 啊！而家只能切牛腸，一條條咁切出嚟賣，慢慢賺咯。從地攤度開店，而家過咗流吃吃，我都係保持初心，可能因為用差嘅嘢去擲自己口碑嘅。我東莞仔牛雜一定係新鮮食材，冇添加劑嘅，冇啲高科技嘅。最誇張嘅客人係點啊？當時咧有4個深圳嘅客戶過嚟咧，佢4個人食咗4間牛雜，食唔夠之後加2間食6間牛雜，後尾又打包2間翻去，一共食咗8間牛雜。真㗎？真嘅，我知啱開嘢嗰時有個客戶1個月食38次。